好，而家喺呢度落去深圳水庫，然之後行呢個梧桐綠道入口，行去個梧桐綠道嗰度，而家落去。途中睇下呢個深圳水庫啦，一陣間就要落去呢度啦。然之後往前行去呢個梧桐綠道嘅入口啊。梧桐綠道入口啦，而家行入去梧桐綠道，呢度係昆彭徑第10段，喺呢度行入去啦，行去大望橋啊想。而家行緊條梧桐綠道啊。